5号，晶晶，你上去慢一下。这话有点渣渣的。你的血量死不了。来了，本演员已经准备好了。You have been slain. 说实话，我们的这个路人玩家吕布确实跳的有点早。小熊你是真的虎，哎呀你不是熊。忘了，我的，我大开早了。没事儿，他们很厉害。我会议快出了，待会儿接后排。我位置好，包过去能打。诸葛亮位置还不错，没人看到他。上，这是道送分题。Shut down. 还是往后拉一波，赵云扎到人，张爱国飞跃直接夺2点的不用用打赵云再砍，已经能打到2点击破飞跃并抽3点3点决胜啊！还有一个，找第4个。Quadra kill. Ace. 随便观众席转一个观众就4杀吗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哇，我们这波团真的打赢了。辉夜可以啊，常规操作。不要抢我的子。点2枪先点赵云。今年 A 人的时候注意安全啊！站住！守约顺军打掉张飞，蔡文姬拿起来，赵云捡头挂上，守约闪身一枪手。给我清压，一波了。诸葛亮大招锁定单枪，单枪反杀没中，守约跟上，左手飞枪拿着第1枪点出去。诸葛亮运筹帷幄，百步穿杨，一枪爆头。Triple kill. 3连决胜，能一搏是能够。是的，这是波完美的传将黄牌行动，团灭了摘星队。明显来到高地了，机会可以赢真的了，要一搏了。这一拳再过，快点点他，上大分，让我们恭喜奥运来！晶晶最后拿到了关键的3杀，完成了自证。不得不说，乔晶晶，你就是最配代言王者荣耀的那一个。然后女主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好，让我们恭喜航运来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听起来恭喜他们，再次恭喜奥运来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干得漂亮，厉害，基因好棒，厉害，666。 666。